傳熱嘅好消息，不隆眾兄弟姊妹聽，在呢個使徒行傳13至38節咁樣講到，然後結果即刻啲隆眾兄弟姊妹們嘅講，因為到佢嘅山啊，出嚟講個上帝嚟到世間，按到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3日然後佢復活，因為到佢啦，我傳出呢個福音，傳出呢個大小好消息。本隆眾人聽，透過佢呢個消息傳出去，隆眾人要隨惡嘅得到燃亮隨，萬人相信佢啥呢個隨本佢燃亮hết，在十字架嘅啲3日人嘅復活，萬人相信佢，你也得到復活。然後嗱，使徒13、39有人講到，在上帝當中，每一人相信佢啥得到贖。從呢個隆重罪惡嘅方面，隆重罪惡本嘅贖係在十字架的，係萬人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叫做呢度隆重一家單身人所來得唔到嘅，乜嘅聰明智慧一家去做，一家單身嘅一得唔到嘅，一罪惡嘅方面都係生生喺上帝嘅單身嚟到世間變出人死在十字架。下面一間人類嘅罪，萬人相信佢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嘛係萬人呢下聽到呢個頭，要謙卑嘅心，聽嘅禱告，我講一句，你講一句，你當下就得到上帝嘅恩典。嚟自家嘅禱告，天父啊，你講佢天父，我相信你耶穌來到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3日然後你復活，都係為了贖人類嘅罪，萬人相信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呢下我打開心，相信打開口，信任耶穌基督係我上帝，係我救主。我相信我嘅罪定赦免hết了，我脫離從一罪惡嘅方面。感謝你上帝，在耶穌名我得到永遠嘅生命，聖靈落我心中祝福我嘅前途，在耶穌名我禱告，阿門。